郑继春得心阿哥是回来，又往了街里向，哭得喜气不来。姥姥真都又没办法，只能给答应领自家儿子马上去偷改。父子两家头打出屋里么老娘娘说，等等多一把，我去买点小菜。等到偷改走来呢，才等喝家伙。儿子说多你份看见。不晓得老娘娘那个等喝家伙鱼等对的了。郑继春一到街里，马上出事体，说要将来揭发上旨意到镇里向做3品钦差，以经用规，那么拿走来吃个等喝家伙。里头姥姥连子儿子一路过来，说到墙屋有开门开门，要进来帮开门。兄弟开门来，哪一个啊？我。哎呦喂，啊，来头来头啊！老的今朝一直到金家村寻儿子吧？是哇。哦，大概忘记他啥个么子？这个，开，来着，要是挪过来空哐插手机，刚，给门开。啊，兄弟！哎呀，再到李乡亲啊！谁早么经济村沈大子队跟进来？棒擦，老弟啊，请坐。好。阿爹来吃茶。刚进分菜心，里头一看那肚子个人了，孩子叫阿德娃。哎呀，阿德娃，稍等，爬过来，稍等，乖点呢。爬过来呢。这啥？阿德喂，哎，来看人老头背头肚子个人，我个啥人叫？多个人啊？啥老话？你看人。洗回来哇！石头取回来啊！洗回来哇！哎呦喂，我想我口错的石头是个。老的做这个金杯的，俺弄药饭打出去，对个球子再打进来。啊，对啊，杯是那南北浪向努力打出去的。说得出个一定南北浪向。说得出500人清清爽爽500人出去呀。500人500人出去那么老头事实是我倒换。不良冤无不理。叫雨里当他过。对，那么来个。那好是讲。老弟啊。啊。你自家当奴干的取回来呢，是你多个救命恩公，见侬也抬得厉害的。跟侬阿里抬的输的。你要不管木头子，你两个头弄个取回来，打到给来额头去对。兄弟，你得是哪一个娃？各自各爱呢，那么是哪位？我啊。小郎哪位给出这样的事情？哎呀，阿弟啊，刚头子为也老了，为也不来自家口。来背后头啊，那个啥人啊？你要少听还晓得这个你听啊？兄弟，错不了。侬错啥？错了啥当话啊？这红章日期回来呀？说是取回来没啥人家？那是我家三郎季业春。什么呢？你的阿郎经济城呐？真的是。阿爹，你今在上铺你去整理个呗。我家三郎从金家中归来，父子不同相逢。是吃胖子在，给他吃个。不管啥了。请我老头儿个儿子当犯人洗回来呢，他用得来。你自家当奴刚取回来呀？来的，对不是。搿东西啊哈！哎呀，侬大郎得1万洗回来。2张面孔实在想不够啊！不清爽。手不清爽噻。来想我在路浪向下档子里洗回来，不能够广东。小和尚儿子儿啦，对的。过去见过了2位叔父。是。恭恭敬敬大上来说，2位叔父大人。要小头儿啊，不够当，别搞别。小头儿啊，谢谢你啊。阿姨啊，那叫你阿叔呀？对吧？来这里呢？我讲小呢，我小呢呀。那我这小呢，这不是送养么子了？小呢。我非晓得。用不到小的吧？也不晓得哟。那了。侬少听晓得。我不懂。侬活到今年40岁，一直叫人家阿叔个，从来不能叫侬阿叔。今朝老头儿个儿子，小头儿叫侬上阿叔，哎呀，小呢了。答不上该，这一不够当。哎，老天了，2位面孔嘛长得虚荣，老能称。小头啦，不够当。呀，小头听到。是。哟，你
风呀，经常几呢呀。你今朝走噶？是。好的，这还。那么你周末屋里向休息休息，到这里来做啥呢？一来访问两位师傅大人。不够当。那么有得一来不有二来吧？二来做啥？二来嘛，本兄弟为了勇往直前，来推望哥哥。好，到从结巴里头真义气，一走来马上就到街里向来偷改。好着，现在来打手一下啊！而且对这话说，真的领导里向小王当娘多弟兄帮的。大位师傅，谁我？阿杜啊，爬过来。啥天你今朝已经跪了。你到侬爬过来呢？啥天？哎呀！你到小头经济村刚上噻。你呀，里向去偷改忙是回来。我说了，还是得领来进去。不怕胸部。哪能不要怕胸部？领导里向。搿种春风人就落得走啊！呸！你猪特子。啥讲？我跟你讲，本人在哈里，回到经济村不能领。你从哪说得出呢？哪了？老头儿个儿子小头儿要偷改，哪还不能领进去？哎呀，阿杜啊，你网空来公司。那你看看经济村长面孔去。但你想取回来个面孔，两高头像了不像啊？可是再像不是讲像。那么好子我，实讲想法是好领导理想去噶。那啦？得知理想取回来，先你个出来忙成阿头一剁。弄到当里经济村我要送了，哎呀，小兄弟啊，最后子。哎呀！我经济村当里取回来，抓到一部头来西亚福帮。是地边龙江的，哎呀，可是要出事体吧？你呀，哪里？意大利个抓鸡子，你想得到，我想不到。对。看上去啊，你还打是多一根筋的。说啥个筋呀？神经。你个西人啊，那不是动脑筋那些的？可不哪家？不领这就不来是吧？啥不来的？不领起什么老头儿要关乎，我儿子来做干多大一本正经啊？那么再讲我兄爸已经拍走了。你呀，来动脑筋看。别想，领不着领进去。等侬来动想个办法。你什么？阿杜啊？啥的？办法来着。啥个办法？听看。里头两家头两张面孔是像的。里头两个人面孔最内像，弄他那谁富贵？那种我听不懂，位置想让不出毛病，那谁富贵？你听呀，你生呀。弄他那人还一个鹅啊？啥个鹅啊？来看。经济村身上这个衣裳啥个颜色啊？我把海青。你想取回来呢？我带你晚上去抓起有色海青。对。那叫有色海青取回来，若不海青经济村，给了里向规矩，只能一生不能忍了。你要这个办法通的。我去那不能想得出来。衣裳颜色。有色海青取回来，我把海青经济村，这个衣裳不认人，办法通的。啥的什么几汉？什么意思？两高头为要称地里，往当讲得来，这个像经济村走到边上，老早听见着。两张面孔是讲像张不别点给，哪本都想得出。狗血辰光不加为其么付出一些。姥姥真要预备侬儿子领导里向让你多帮的，这说巧的事体说的。杀上头的外头帮改门，是老要守金背的京都有进去，有重要的公事，马上进去见。那听我说个巧的事体说的，我要看了儿子不能开声，那么就不能够外地我发进去见过，叫不明来回。那么我进去嘛，儿子难以是吧？托不个两个金背后鸡巴，不晓得来托不里多啦，三个小鸡胳膊往去了，兄弟。对啊。我到里边见过去了。是呀，赶忙头里见来理想去噻。我叫谁郎去拜托二位？晓得，你放心啊。倘若少点点，他等不及。你们这些领他进去。为什么？待等弟兄相逢，我儿好到哭泣。哪家？兄弟，你们要帮比基础。你放心啊，那农生郎啊，真家彼此一门，可为身躯诺小老谁不得呀？新那个牛啊，舒服得些，得。来，
少人民到太湖沟上，叫两席酒菜。两席酒菜啥子呀？一桌5两文银，啥人吃？摆在小王堂，向他们弟兄饮醉对席。为一桌呢3两分银，3两头啊，摆在围边。啥人吃噶？请你为兄弟吃的。啊，是你还一直吃噶？哎呀，吓吓呢！哎呀，舌头！啥个舌头叫弄是流菜哦？43年就玩擂赛了。哎呀喂，我腿里个毛病呀！腿里毛病重凶。吓吓的，你什么的？你去吧啊！真都有谁子的摘破针对之子高本一子，到里向去看见多老兄。冲出之地来不及买么子，乃是让你自家欢喜吃啥买啥。郑继春再过来马上衣袖里一把，给对对眼睛讲，等到爱惜的调改调的衣裳么，这个么子一大过去，洗回来吃改个白肉的，才叫个老爸的。老了回家时的好开门开，娘里到里向几步啊？郑继春呐，手朗朗等要付出，妈妈回不回来？哪等的人啊？两位叔父，小弟啊，弟弟回不回来？可能三位叔父引领我往里边与哥哥相见。好个，王生都来娘把回家，等不及你好心灵来进去。是。阿娘，我回家书记去海最市场。晓得。妹妹姐，那阿斗啊，你回着2个小伙计啊，桃谷浪上打路打了之后，这个5两头一抓，小菜呀，开胃底还走。开胃底啊？是底还走。啥天？里头2个都是相公，胃口不好，吃不落，是底不一样。啊，晓得意思吗？妹妹姐娘，啥条？你是个断山了，会语闲话嘞？啥闲话？这3两头一抓，回这里头小菜要扎封底个。为啥？西宁啊，弄得那2个偷吃心吃个呀！晓得这意思嘛？总有中凶酒，真的了。去吧，快走上啊！回家后几吃几海，2个军备押进过来，林子经济从马中里下来，谁想过啊？是马上领来进去。你给哪里送来份来些话？东北大狗。你本来到里向看看大美语气，嘿嘿，里向可种蚊子多得像西瓜，苍蝇多得像壁虎。哎呀，最好大把你说出来，村子里多忙，整理下来，呼咻。济南的儿送，声声催泪哦喂风。好饭中，有的是大些为呀，是黑生人呀，有的是那
能吃来龙，他迎来一大小王道，最觉得引起生啊生，何松松。大家啊！你打扫完那些，我很多老兄出来啊。是。是为了啊，很多老弟来忙来，这好少的出来啊。来人去回来啊！经济村来在忙来在哪头来吧？哈，是为了小王堂北部给你那个房间里，来这个师傅3岁3讲，真是说牙惊着打不动。昨日收了施东拉，准备努力私营开单，真都有一周来代理收得好。收了上衣浪下了让口试，不过心事重重。那还老的经济从10到现在为分钟，非要真的有点啥家。但女老先生真都有精神，父子啊平安归来。就说真那个辰光天津外地上海，老弟来忙了。那是行吃啊！俺是真的经济成就来着，好少的让我吃几口，是胖一带上一把，要真打出小王给。小王堂总归比较厚，看不大清爽。小弟在哪里？哥哥，小弟在此。小弟，哥哥。可见老弟胖里一额么得，双手高心里一个那个不举大的了。要想问兄弟，没让得真正讲起来。要想问上阿哥话，你哪位谁这个冤枉啊？千万你不知钢锯6里子好嘛，10多亿。嘿，我有不说谁来给打，一句才讲不出么，切切之声。比让这2个后继口的心里也没难过。好的，谁讲话不要哭。弟兄伴侣嘛，有我们刚刚实，不要这样哭呢。哭娃子身体多了，娘搞不舒服的呀的。是。那这时来着，一中5两的把了小王堂，3两的把了外的啊。谁讲话？那里卡过，全部来兄吃嘴巴。那一刻呢，你心里刚你难过呀。讲得有道理个。阿哥本来心里想没伤心啊，我这样一哭，可是你讲你也不靠我，追求没对我，也就努力兄吹起来哥哥请哥哥请上手，谁的请走是上午水手定之后么大，最我们脑袋水里的杀害2倍罪，哥哥。谁的？向李路弟兄君家正让分别，谁知望王府之终与狗狗送进，哪里最想真是先王堂让弟兄相会。来，水醉一杯，留表寸心，狗狗亲。家小兄哪里吃得消乎？光是他难过，来兄身边上有10万多个大事体了还，你家里难吃的喽？那么再求走哥哥来，谁的？
是从哥哥来，饮醉。哎，三弟呀，哥哥。我是谁梦？好一来去，我是家最骄最跟谁这没想到哪里咽得下痛嘿，扣扣是想你好多的王夫对情，怎会在此不知有？啊，谁的呀？我口问个么，写到一海我是我为的家财，把性命没为对接丈夫是没理个毛一样了。是我气斗英雄都没加在四百里几次杀表兄，我在当不够叫的一声勇往，怎样？岂不最勇大言？我虽然身躯哪里谁赢得起风雷王朝？是这一分人死在，待等批文到这啊！哥哥怎样？哎呀，谁的啊？我是夜深人，好生绿。大事挂心头，这可老兄讲，本娘们说有3桩大事体放到心上。哦，这个是阿公啊，那个事体就是我的事体哇。啊，哥哥，像你我的生生是同胞水族，与人之心得将不凡。啊，昨天这2部比一口脱箱子。哦，为什么？这2个军备红旗扒了比让阿公不肯讲，可是不爱。啊，2位叔父。我与哥哥与亲家话儿也讲，相为你们但未必呀，未必批可。不来讲，
街里向规矩叫牢狱不通风，有人来偷奸，你别要边上看哈。因为有种事体啦，来偷奸，你扒开，砰一把披上一说，犯人死脱了。崇阳宫是千里的人都那么高不经商，这能送的。现在，你在自家人家的，你都有一定闲话经过讲，你在那边上听见，只当分听见。哎呀，啊，你听得该让我想不了，啊，对吧？哎，你把过来，少天，今天外头去呀，哎，高头去么顶头啊？那这。两张面孔像不要出毛病。他一来这刚过这个面孔再像谁不管人他衣裳颜色。衣裳看哈嘛波西的。去那个时候啊，里头两家头吃刚刚写菜米的，腾上来都给个里向受不了这个。么啦？啊头三两头做来着来着。谢谢娘。写菜扎风哦。哦。哎呀，别让什么来听。哎，来讲。哎呀，你这地方。菜花人。白菜鸡。哎呀，鱼饭糊。这地现在弄在呼吸，顶顶呼吸哦。你这地方弄个性命，不要出去。你不出去，弄去知道。那么谁想讲有事体害你那熬的呀？啊，你啊，那个来不做新官，要吃么一大吃，不说西郎吃官。弄来这刚过，你这地方弄个性命啊！你这地方1/3本来已经打出走了。弄呼吸。怎么弄吃炒活人？我就炒活人嘛，呼吸过，要叫哪个一炒好？啊，你来这地方啊，不管你这地方分医药去，也是胖一炒炒活人，那个吃心他就滚走了。啊，不父母那个，那你这地方是弄个性命的，不够科技炒活人啊，弄性命啊，是有别在。看了你说的天吃谁？那么好，天堂，就说理想天台我了才不管，那么要弥陀谁长？